選擇喺邊度退休，對於退休時候嘅生活質素可以有好大影響㗎，而且考慮嘅因素都好多，並唔係單單物價咁少啊，仲有好似醫療體系啦、氣候仲有移民政策啦，都係非常之緊要㗎。嗱，最近咧美國一本雜誌 International Living 啦就公布咗2026年全球退休指數啊，佢哋分別收集咗移居唔同國家嘅啲作家啦，從佢哋嘅生活體驗，仲有醫療啦、生活成本、簽證方便程度等嘅層面啊，就去評估一下呢啲地方適合移民退休嘅程度噃。嗱，詳細報告啦，我會將個 link 啦擺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啦。有興趣嘅話咧，大家可以去睇下。不過事先聲明啦，呢個調查咧主要咧係用美國嘅生活成本咧嚟到做一個對比，不過咧都絕對值得大家去參考一下㗎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調查得出嚟嘅結果啊！我哋咧由第10位開始講起啊，排喺第10位嘅咧就係馬來西亞。嗱，馬來西亞呢個地方啦，充滿人情味，而且咧生活成本唔高啊。嗱，喺檳城啦，一間4房嘅公寓月租大約咧只係8000幾蚊港幣嘅啫。咁而且咧外國人啊，只要符合當地最低門檻啦，就可以咧購買房產㗎啦。仲有當地嘅醫療系統可靠啦，私立醫院設備亦都新穎，醫師咧亦都係受西方嘅醫療訓練㗎。咁睇專科門診啊，大約咧只係100幾蚊至到400幾蚊港幣左右㗎咋。所以咧好多外國人啊，即使係自費都好啦，都係負擔得起㗎。跟住啦，排第9位嘅咧就係泰國啊！嗱，喺泰國啦，每人每月花費大約只需要1200蚊美元左右咧，就可以過上舒適嘅生活啦。咁而且咧，當地醫療水準高啦，而且亦都費用低啊，令到泰國長期咧都係被列為全球醫療旅遊中心。而且泰國嘅房價好合理啊，大約只需要10萬蚊美金就已經可以喺市中心買到個高級套房㗎啦。而預算加倍嘅話咧，甚至能夠啦擁有一個泳池嘅別墅或者海景別墅嘅噃。咁排第8位嘅咧就係西班牙啦。嗱，雖然西班牙近年嘅租金有所上漲啦，咁但係相對於美國啦都係平嘅喎。喺馬拉加或者係其他沿海城市公寓租金大約咧就係1000至1300蚊歐元啦。咁而生活開銷咧亦都屬於可控嘅範圍。咁而醫療品質咧亦都備受推崇嘅喎。若果要買樓嘅話咧，價格都會因應唔同嘅地區而有所分別啦。咁但係勝在咧外國人喺當地買樓咧就冇限制嘅。咁而且過戶嘅流程亦都好透明啦。咁一般一個人每個月2000蚊美金左右嘅生活開支咧，都已經可以過上好舒適嘅生活啦。排第7位嘅咧就係法國啊。嗱，法國嘅生活花費咧，因為唔同嘅地區咧都會有唔同啦。嗱，喺法國中部嘅生活成本通常咧都會比南部低㗎。咁如果避開啲相對貴嘅城市啦，一般喺法國啊嘅住宿成本比起美國啦都要平25至50% 㗎。而且咧申請法國長期簽證嘅門檻唔高，仲有咧就係佢哋嘅醫療系統啊。嗱，住夠3個月咧就已經可以申請佢哋嘅 healthcare system 啊。普通科醫生一次門診咧都只係需要27蚊美金，而專科咧都只係需要55蚊美金嘅啫。咁而當中70%咧係可以 reimburse 即係去退翻嘅噃。嗱，排第6位嘅咧就係意大利啦。咁意大利啦，除咗有豐富嘅美食、美酒、海岸文化同埋亦都氣候多樣啦，咁當地嘅外籍社群亦都好活躍㗎。咁所以可以體驗到多元語言同埋文化嘅交流啦。整體嘅生活舒適，而且亦都係充滿住文化魅力嘅噃。咁而且喺意大利嘅住宿成本咧，相對都係較平㗎。撇除一啲主要嘅大城市啦，房屋嘅售價咧只係需要5萬蚊美金左右㗎咋。嗱，雖然意大利咧係一個非常受旅客歡迎嘅地方，不過生活指數啦並唔係想象咁高㗎。一般一對退休夫婦啦，一個月只係需要2200蚊美金或者以下咧，已經可以過上舒適嘅生活咯。嗱，排第5嘅咧就係墨西哥啊。嗱，墨西哥咧好近美國啦，一直以嚟咧都係北美退休人士嘅首選嚟㗎。咁而且當地醫療方便啦，睇醫生亦都係好快捷㗎。咁好多人咧都會直接自費去到睇醫生㗎噃。而且當地生活成本低，食材亦都好平啊，氣候都多元化。咁而且咧一般啦都可以用英語去到溝通，令到墨西哥咧一直都吸引咗大量嘅外國居民㗎。一般嚟講啦，一對退休夫婦喺墨西哥生活啦，無論任何城市都好，只需要大約1500蚊美金左右咧，就已經可以過上舒適嘅生活啦。排第4位嘅咧就係葡萄牙。葡萄牙以多樣地形啦、溫暖氣候、新鮮嘅平價食物同埋醫療服務聞名㗎。特別咧就係葡萄牙南部啦，全年咧都係溫暖，適合海邊生活啦。咁而北部氣候涼爽，咁當地物價普遍咧都係低於美國主要嘅城市，咁可以話咧係喺西歐當中最負擔得起
起嘅國家嚟㗎。嗱，如果係大城市，例如好似首都 Lisbon 嘅話咧，一對退休夫婦大約就需要2800蚊美金作為生活開支啦。咁至於咧喺一啲葡萄牙裡面相對細嘅城市，咁就只需要大約2500蚊美金嘅生活開支啊。而且佢哋交通便利啦，而申請長住咧可以申請唔同嘅簽證，例如好似 D7 嘅退休簽證啦，又或者 D8 嘅數位遊牧簽證啦。咁所以咧佢哋都係一個理想嘅退休地方嚟㗎。排第3位嘅咧就係哥斯達黎加，咁係北美洲嘅一個國家嚟㗎。哥斯達黎加就以慢活嘅生活啦、自然嘅景觀同埋熱帶氣候吸引退休一族㗎喎，而且當地生活成本彈性大啊，食物咧亦都價廉物美啦，餐飲同埋娛樂開銷咧都係比較低嘅。咁以 Central Valley 一個3房嘅單位為例啦，售價都只係大約11.9萬美金起步嘅啫，咁而租嘅話咧大約就會係500蚊美金一個月啦。咁一對退休夫婦平均一個月咧只係需要2000蚊美金嘅生活開支㗎咋。咁對於美加嘅公民啊，就可以免簽證入境180日啦。若果要申請長期居留簽證，就需要具備退休金嘅證明或者係投資條件啦。排第2位嘅咧就係巴拿馬，咁就係中美洲最南部嘅國家。嗱，巴拿馬咧以宜人嘅氣候啦、自然嘅美景同埋咧活躍外籍社群咧成為退休熱點㗎。當地交通方便啦，咁而且可以用美金，網絡嘅信號啦都非常之良好㗎。今次退休簽證啦可以享有政府嘅優惠啦，例如咧電費可以有25% 嘅折扣，電影戲飛半價，醫療折扣20%。即使未持有退休簽證啦，亦都可以透過友善國家簽證啦，或者數位遊牧簽證長期居留啊。預計一對 couple 一個月嘅正常使費咧都唔需要2000蚊美金啊。好啦，到最後啦，排第1位嘅咧就係希臘啊。希臘咧就係以海島風光、生活節奏慢同埋低消費優惠成為冠軍㗎。嗱，希臘咧有40%嘅人口啦都係住喺首都雅典啊。咁而即使咧係住喺最昂貴嘅首都雅典都好啦，佢哋嘅租金有80%啦都係比起紐約市平㗎，唔多於2500蚊美金一個月嘅生活開支咧就已經可以過上舒適嘅生活啦。仲有食物啦，同埋咧交通比起美國啦都要平2成㗎喎。申請黃金簽證同埋數位遊牧簽證亦都相對容易，所以咧就成為咗退休嘅首選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